镜头登来到国内，讲到新竹是宣布讲7月27要配合中央措施开放餐饮业通现者，又毋过同款爱做实验制，菜价帮人为济，当地餐厅业者是拢真期待，希望生意会当经恢复。甲已经2个月无使用的椅仔准备摆出来，而且新冠肺炎疫情警戒降至第2级，新竹县市也准备开放民众在餐厅内底食。业者拢讲，这天已经等真久啊。疫情影响这个话真的是蛮大的，那希望疫情之后可以慢慢的回流稳定这样子。可以让客人就是慢慢的回流，对，那客人的话可以回到店内消费。这家餐厅至少有些人潮，然后大家开开心心来这边用餐。大会业者配合政策恢复来用，除了准备隔板以外，人所捌到控制在原本的25%以内，民众除了用餐以外，全程拢爱挂喙罨。防护有做好的话，其实应该还好，因为他们开放内用，应该也不可能旁边都是人。在这段期间，我们也推出跟餐饮专柜推出了美食外带跟外送，还有甚至宅配的服务。27号以后，我们当然会配合政府的一些美食街的防疫措施，包括容留人数限制。疫情爆发以来，全台餐厅拢受冲击，而且降级开放在内底食，也则希望会使量早恢复过去的生意。记者刘君豪，新竹报道。